大家好，相信大家都有玩 MoodBox 㗎啦。咁陽光群隊咧，咁我就公開幾個香港嘅建築 ，OK？ 咁好啦，事不宜遲，正式開始。第一名，廉塔花園。喺在落廉塔圍嗰度嘅廉塔花園，廉塔花園係依照咗牛頭角嘅玉蓮台，對面就係牛頭角港鐵站。第二名，國際碼頭。國際碼頭係位於嗰個長島東公路隔離，咦，乜唔係參考咗上環嘅信德中心？如果我而家照咁行過去，應該嗰條路都幾似降落道西望向信德中心。第三名，銀行大廈。銀行大廈係位於白鴿島嘅第一區。咦，佢哋唔係參考咗中銀大廈嘅中環嘅中銀大廈？如果我而家夜晚咁樣望落去呢，係成座都係中銀大廈咁樣嘅。銀行大廈呢，係依照咗邊座啊？中銀大廈係咪啊？好似係啦，係啦。第四名，山道天橋。山道天橋係位於白鴿島第一區。好，我哋而家試行先。咁好啦，我哋行完，咁我就介紹兩幅圖。呢兩幅圖呢，就係我喺山道天橋上邊嘅拍攝。OK， 我就揾到包佢哋，就整咗呢幅圖。第五名 A05 強新街市商場。A05 強新街市商場係位於南惠坊街。咦，乜唔係參考咗尖沙咀 K11 Museum？從外觀睇就好似 A05 強新街市商場啦。第六名，羅力素花園二期。羅力素花園二期位於第7區麥樂，睇個外觀就似。咦，你哋乜唔覺得佢係參考咗柴灣港島東區嘅山翠苑？如果覺得嘅就留言啦。第七名，彩虹村。彩虹村係位於葉國島。咦，乜唔係參考咗香港彩虹嘅彩虹村？咁而家呢，就喺位於彩虹村，咁而家已經係咁噶啦。哇！咁啲樓呢，唔係藍色、橙色、黃色就係紅色噶啦，咁係啦，又綠色咁樣，又係咯，咁係嘅。咁之後呢，又連電梯啊嗰啲可以應該商場唔知駁乜嘢，咁啊呢度呢，就依照咗香港彩虹村嘅，咁係啦，咁今日介紹咁多，如果想睇下先，好啦，拜拜。